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第12天路加福音的共读。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8章看到妇女们12个门徒跟随耶稣的服侍，耶稣用撒种的比喻告诉他们要仔细的听，当他们听了神的道，并且遵行的人，就是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耶稣和他的门徒所遭遇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个路加福音的4章后半段到第8章、9章的前面，都是耶稣在第二年当中的传道。那耶稣第二年当中的传道，前面有医治在家百农、呼召四门徒、毕士大池、安息日、历史的使徒、山上登山宝训，还有100夫长的仆人、寡妇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些我们都看完了。还有施洗约翰差人来问主，还有法利赛人妄论主。那讲到天国的比喻，那我们现在进入到后面，就是平静风和海，赶逐群鬼，医血肉和女童的复活。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22节有一日，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船的时，甲因讲：咱过来去迄边看。因就开船，船在行的时，耶稣困去。忽然有一阵大风扫落来湖里，船予水淹甲要满，真危险。门徒去叫醒讲，去甲伊叫醒讲，老师，老师，阮要无命咯。耶稣醒起来，责备风甲大引，风引定，一切就静静。耶稣对门徒讲：恁乃遐尼无信心，恁惊吓阁奇怪，因惊吓阁奇怪，大家讲来讲去。这个是什么人？伊一个命令，连风甲引拢顺服。那这个耶稣在平静风和浪的比喻呢，在马太福音第8章23到27节，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都有记载。那耶稣在渡海加利利海的这段过程呢，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原来不是随便走的，是有目的的。他们要去到加利利湖的对岸，去葛拉森的地方。但是呢，遇到了这个风浪呢，以至于船都快要沉了。那么也要知道，这些门徒很多都是渔夫，都是在这个加利利湖讨海为生呢。他们都吓到都快死了，但是耶稣呢，却继续睡。但是耶稣被他们叫醒之后，只有反问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然后耶稣就斥责风浪，用斥责，这斥责的风浪呢，就是耶稣有权柄啊，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他也有平静风浪，斥责这些环境所造成的威胁对生命攻击的权柄。所以路加用人的角度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可以斥责风和浪，连风和水都听他的话。好，那这个听呢，又延续了我们昨天上一段的主题，就是人听得到，所以大自然都会听，可是我们却没有，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我们却没有去听的时候呢，就比这个大自然还不如。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26节啊。耶稣甲门徒坐船去加利利的对面岸，吉拉新人的地区。耶稣落船上岸，有一个鬼附身的人对城里出来拄着伊。这个人已经真久无穿衫，嘛无住伫厝内，拢住伫蒙仔埔。伊一个看到耶稣，就拍伫伊的面前，大声喊：至关上帝的囝耶稣，你莫插我！我恳求你，毋通甲我苦楚，因为耶稣有命令邪神对这人出去，邪神捌真侪摆甲伊掠地，人甲伊关起来，用铁链甲伊链，用骹铐甲伊铐，毋过伊甲锁链拢踹断，阁互鬼赶去旷野。耶稣问伊：你叫做什么名？伊应讲：军团。因为有真侪鬼甲伊附身，鬼哀求耶稣毋通命令因入去请烟。迄时附近的山坪有一大阵猪在讨食，鬼就求耶稣，互因入去猪群。耶稣准因，鬼就对迄个人出去，
建立猪群，规群猪就对山坪撞落去湖里，湖里拄死。遐个饲猪的人看到所发生的代志，惊甲走去城内，甲乡村报人知。众人就出来要看发生什么代志。因来到耶稣遐，看到邪神已经对伊出去，迄个人有穿衫，精神正常，坐伫耶稣的骹前，因就真着惊。看到这个代志的人，就将迄个互鬼附身的人安怎得到医好的代志，甲众人报告。吉拉省附近所有的人求耶稣离开因，因为因非常惊吓。耶稣就坐船倒转去。鬼对伊出去迄个人求耶稣爱要缀伊去，毋过耶稣叫伊转去讲，转去恁兜，将上帝为着你所做一切代志报互人知。迄个人就转去，将耶稣为着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传扬互全城的人知。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耶稣是刻意的，有航行来到加利利湖的对岸，格拉森。那这格拉森呢，在加利利湖的对岸呢，是一个非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居住的地方是在这个在加利利湖的对岸也是一个旷野。那在那里呢，有叫做低加坡里，意思就是十座城十座城。那地方有一些的城市。那在这个格拉森呢，意思是陌生人接近的，陌生人接近的。那在那个地区呢，有一个被鬼附的人。我们从这经文当中看到，这个人可能以前曾经遇过耶稣，因为耶稣赶过他的鬼但是这个人呢，还是被邪灵附以致他也不穿衣服甚至用铁链、脚链链住，他也能够把铁链、锁链都挣脱。人家对他没有办法，只要把他赶到格拉森这个陌生人接近的地方，让他在那边住在坟墓当中。那但是呢，这个被鬼附的人一看到耶稣，马上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呢？至高神儿子耶稣所以他承认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这在路加福音当中前面当中都还没有人对耶稣有这样子的尊称只有鬼知道他是基督前面有提到，但是没有人知道，人还看不出来。施洗约翰也相信但是他也曾经有一点点疑惑，我们有提到。而这些鬼呢，耶稣反问你们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叫群。那现在中文译本翻成军团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军团。那在罗马军队的一个军团呢，大约是5000到6000人所以这个鬼身上充满了各样的鬼，像军团一样的多。但是这5、6000的鬼呢，拜托哀求耶稣不要命令他们到无底坑这个无底坑的意思呢，应该不是启示录讲的那个无底坑，硫磺火湖。这个讲的应该是指深渊深渊。那有可能是指或是双关语，两个意思都有那意思就是他们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到深渊深海里面去那当下呢，就有一群的猪有大群的猪在那边喂食，吃草吃食物，所以是鬼主动来请耶稣让他们可以到猪里面去那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8章，马可福音的第5章，我们知道这些猪呢就有将近2000头那如果5、6000的鬼呢5、6000的军团的鬼到2000头的猪那每一只猪都要载3只鬼平均下来不过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圣经的重点。那意思是说，这么多的鬼跟这么多的猪呢，都闯下山崖，投进湖里，都淹死，那也是掉到一个深渊只是加利利湖的深渊。那些鬼怎么办呢？猪淹死之后，那这鬼会去哪里呢？我想这也不是路加要让我们去关心的重点但是重点在这边可以凸显的就是那一个人的生命，格拉森这个人的生命呢，耶稣特别坐船来平静风和海，要来格拉森找他，而且呢还医治这个人让这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不惜牺牲2000头的猪。
好，那虽然猪对犹太人来讲不是他们必要的，因为猪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洁净的，所以让不洁净的鬼到不洁净的猪对犹太人来讲是习以为常啊。不过今天猪对我们，对我们台湾来讲，猪很重要，猪很贵啊。好，那耶稣这个牺牲很大，好，那这是文化背景不同。但是重点是这个人醒过来之后，耶稣对他所说的对话是，耶稣说：“你回去，传讲神为你所做的事情。”这个人本来要跟随耶稣，让耶稣能够收留他，他跟着耶稣传道。可是耶稣呢，叫他回家去啊。好，回家去是哪里呢？马可福音的第5章就讲他回到低加波里啊。低加波里就是10座城。所以那个人可能回去到加利利湖海的东岸，好，那耶稣都在加利利海的西岸，好，在那边传道。但是那个人呢，就负责可能东岸的地区，好，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那一带地方呢，好，那一带的人，低加波里人，好，都认识了耶稣，都来欢迎他。谁做的呢？就是这个格拉森，好，这个被鬼附的人所做的。好，我们再继续看，好，最后这一段呢，耶鲁的女儿和一位经血不止的女人呢，我们从40节继续来读到结束。耶稣回来时，有一群人加以欢迎，因为因拢在听候伊。有一个会堂的主管，名叫做亚罗来，伊一个看到耶稣就拍伫伊的骹前，恳求伊去因兜，因为伊12岁独生查某囝得要死啊。耶稣就甲伊去，有规大群人嘛话聒缀伊去。迄时有一个妇人得着血流病已经10年久，虽然倾家动产找医生，毋过无人会当甲伊医好。伊惊活去耶稣的后面，摸伊的衫躯的手，伊的血流随时止。耶稣讲：什么人甲我摸？大家拢讲无。彼得讲：老师，是群众会来去的时，甲你跬着。耶稣讲：有人甲我摸着，因为我知有大能力对我出去。有的人知影暗藏袂牢，就皮带来拍伫耶稣的骹前，伫众人的面前讲伊是安怎蒙耶稣，佮伊的病安怎随时好去。耶稣甲伊讲：查某囝，你的信心互你好去啦，平安倒去。耶稣还伫会堂还伫讲的时，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来甲亚罗讲：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去，毋通阁劳烦老师。耶稣听着就甲亚罗讲：毋免惊，只有信，伊会好起来。耶稣来到因兜的时，彼得、约翰、雅各甲囡仔的父母以外，毋准别人甲伊做伙入去。大家拢为着死去的查某囡仔在哭在哭。耶稣讲：毋通哭，因为伊毋是死去，是在困。因为因拢知迄个查某囡仔已经死去，就甲伊起笑。耶稣牵查某囡仔的手，大声讲：查某囡仔起来！伊就回魂，随时爬起来。耶稣吩咐因，就互查某囡仔食。伊的父母非常着惊。耶稣命令因毋通将所发生的代志报人知。在耶稣传道的第2年的尾声呢，就是发生了格拉森、平静风和海，还有管会堂的耶鲁的女儿死去复活，还有这个患12年血肉妇人那这个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9章、马可福音的第5章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记载但是在这里记载就是耶稣回来加利利湖的西岸的时候，大家还是继续在等待他所以耶稣真的是专程去到那个地方。平静风和海只是一个插曲，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要去东岸那边，让东岸的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军团，他能够在东岸负责福音的工作。回来之后呢，这个管会堂的主管耶鲁等候耶稣，因为他女儿快死掉，才12岁。所以这里有2个12，是这个12岁的女儿，还有这个患血肉12年的妇人，他们都是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点，就开始一个是出生，一个开始得血肉，但是一个是生命要结束，一个呢，是他长期在这样的折磨当中，那先来后到，但是呢，
后面的这个患血肉的妇人呢，好，先得到耶稣的医治啊。他怎么得到医治呢？因为他所有的钱都花在医生身上，好，已经没有钱了。但是他来摸耶稣的衣裳的坠子啊，这个衣裳的坠子就是犹太人的衣服，是律法之子，那个坠子就代表他们所读的经文啊，好，然后要在上面打结做记号。那耶稣感受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好，那这能力为什么出去呢？我们从利未记22章就知道血肉不止，好，那这个就是月经的这个问题呢，好，在利未记律法当中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这个女人不洁净呢，好，律法当中的不洁净，她来摸了耶稣，让耶稣也不洁净，好，因为利未记里面有讲到这些不洁净的话，要怎样洗身体，要怎样洁净自己，好，几天好才能够得到洁净。所以耶稣马上知道自己变成不洁净，所以说有能力出去，所以他去问谁摸了我。那这女人好，她知道好。瞒不住啊，瞒不住啊，好，那瞒不住呢，也让我们想到，好，昨天是在读第8章前半段的时候啊，耶稣讲到所有的这个第8章的16节，灯是要放在桌上，不是放在床底下，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也没有不露出来啊，所以路加都放在第8章，可能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就是我们得到上帝的医治，我们不能够隐瞒不说，想说我现在病好了，也不用付钱的，好，也不用去看医生的，好，我就自己回去了，没有，好，耶稣可能刻意要彰显这件事情，因为人太多了，都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为耶稣做见证，所以47节，那女人知道自己隐藏不了。就战战兢兢，好，因为他不洁净的人又去摸了耶稣，他把耶稣也搞不洁净了，好，所以才会战战兢兢。但是呢，耶稣怎么说呢？女儿，孩子，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好，所以从前面第7章，好，这个有罪的女人的经验，或是这个抹大拉玛利亚的经验，好，那这个女人呢，好，也有可能也不是只有平安的回去。他也可能加入跟随耶稣的行列，也有可能。好，那现在回到49节，就是耶鲁的女儿。好，那耶稣才处理这个，就又带来一个噩耗。好，他的耶鲁的女儿过世了。好，这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打击，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情。耶稣就已经来到家门口，都已经走在路上了。好，就是被这个患血肉的妇人来耽搁。好，那比较负面的、比较悲观的、比较爱论断的就会东怪西怪。你看，都是你，都是谁，都是谁啊？以至于耶鲁的女儿死了。但是耶稣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痊愈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在批评论断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想到耶稣的话，免惊只有信，不要怕，只要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信什么呢？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耶稣带着学生还有父母进到家里面，吩咐这女儿拉着他的手。耶稣这次是用拉着他的手，好，这已经是路加福音第2个死人复活。好，第一个是谁呢？在第7章那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死人复活。可是呢，在约翰福音的安排，只有一个人复活，就是拉撒路。那拉撒路成为耶稣后来上十字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但路加福音不是这样安排。路加福音只让我们看到死人都可以复活，这已经是第2个了。好，那所以耶稣也吩咐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好，不许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现在已经非常出名，再把这个事情告诉人，耶稣就更出名。更出名之后呢，好，耶稣他就没有办法专心做他该做的事情。好，所以明天第9章我们就会看到耶稣他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人认出他是基督。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在地上也有平静风和浪的权柄。不管我们生命遇到什么样的暴风暴浪，我们都能够斥责那风浪退去，让我们能够
住在上帝的平安当中。我们也看见神，你特别拣选那被鬼附的人，拣选那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但是他却能够为神来做奇妙的工作。也恳求神你让我们能够记得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时时为你做见证特别也看到叶鲁的女儿，还有患血肉12年的妇人都让我们明白，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的信心能够使我们得着平安。谢谢爱们的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